南投是全台湾头一个推设这送药啊到厝，也有药师照护这服务的县市。目前已经有超过50间社区药局来加入，也服务超过6000人次。希望讲会当来帮助一寡行动无方便，也是讲住伫咧偏乡的这时代，来解决领药啊无方便的问题。 药师清楚甲老大人拍招呼，甲药仔送到伊的厝内，嘛顺续关心伊的身体状况，甲讲药仔安怎食。南投县政府今年创全国第一，建立送药仔到厝里的线顶申请系统，只要户口伫南投65岁以上独居，也是75岁以上的身心障碍长辈，就会由社区药师亲身甲药仔送到厝。不过也有时代表示袂晓用手机来预约，毛病众怨讲系统无法度变巧，无法度改时间。 真好啊！但是就是对阮这老伙仔爱请一寡少年的来帮阮用啦。譬如讲要出去，要改时间啥这个系统是不是有法度搁做较好？南投县政府表示，这项服务目前累计超过6000人次使用。伫第一线药师讲有拄过80多岁，住中寮乡山顶，但户口无伫南投的时代，需要送药的服务，但煞无法度申请，建议县府放零资格。 可能是年岁嘛无够，因无身份，但是因行动无方便，阮药局这个部分会替因做送件，会使安尼做话就双赢啦。评估确定，你就真正是真有需要，咱当然嘛希望讲未来大家有需要的民众，咱来提供这个服务，我一定会尽量看哪做系统的部分，互会大家较方便。 南投县卫生局强调，送药仔到厝的政策经费是中央补助地方的，针对放零资格的部分，会反映予中央嘛继续宣传这项服务，希望照顾到所有住南投的民众。记者陈平仪南投报道。